现代台语版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。最后，兄弟姊妹，阮还有话要甲恁讲。恁有接受阮的教示，知影着安怎生活，才会互上帝欢喜。其实恁有照安尼伫生活。不过，阮奉主耶稣的名恳求佮苦劝恁，着加倍努力。因为恁知，阮有奉主耶稣的名甲恁指示甚物。上帝的旨意是爱恁圣洁，无淫乱，互恁逐个人会晓用圣洁甲自尊的心控制家己的身躯，无亲像毋爱上帝的外邦人伫放纵情欲，毋通侵害，嘛毋通欺负同信的兄弟姊妹。我已经有甲恁讲，嘛有严严先甲恁警告，做即款代志的人，主会报应。上帝毋是呼召咱过无清气的生活，是呼召咱过圣洁的生活。所以，拒绝即个教示的，毋是拒绝人，是拒绝赐恁圣神的上帝。阮的兄弟姊妹相疼的事，无需要阮写甚物互恁，因为恁家己已经受到上帝教示，爱互相相疼。其实，恁有照即个教示对待全马其顿的兄弟姊妹。毋过，兄弟姊妹，阮苦劝恁着加倍努力。照阮以前所吩咐，恁着立志过安静的生活，照家己的本分亲手做工。安尼，恁就会当得到会外的人的尊敬，无需要靠别人帮赞。兄弟姊妹，关系已经死去的人，阮爱恁知，则免亲像遐个无仰望的人安尼伫悲伤。既然咱信耶稣有死有搁活，所以咱嘛信上帝会通过耶稣带遐已经死去的人，甲伊做伙来。阮照主的话甲恁讲即个事，就是咱才会伫主来临的时，还活着的人，袂比遐已经死去的人较大声见着主。命令一个出，天使长的声一个发，上帝的喇叭一个响，主本身就会对天顶降临。遐个死以前已经信基督的人，会大声搁活。然后，咱才会还活着的人，会甲因做伙受接去云内，伫空中甲主相见。安尼，咱就会一直甲主做伙。所以，恁着用这话互相鼓励。